哎，小姐，没有预约不能进去。哎，这么跟我说话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小姐，公司规定没有预约不能上楼，您这样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孕妇，放开我！放开他！明明知道顾西城不在公司，为什么要到这儿来？正是因为顾西城不在才要来。你进顾家的时候到了。哎，小姐，稍等一下。小姐，哎，小姐，稍等一下好不好？给我让开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位小姐没有预约。我要见你们总裁。小姐，我们总裁今天不在公司。不在公司就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有位苏妍希小姐在他办公室等他。哎，小姐，没有预约不能进去。哎，这么跟我说话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小姐，公司规定没有预约不能上楼，您这样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孕妇，放开我！放开他！董事长好。董事长，奶奶，奶奶，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信不信由你。反正我肚子里怀的是你们顾家的骨肉。你和西城的事儿，我早有耳闻。西城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的孙子我了解，他是一个有原则的孩子。但是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他会和你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不过我敢肯定的是，肯定不会是他主动在先的。奶奶，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样说对我太不公平了。我别叫我奶奶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好了，你也不需要再装了。之前你对西城的心思我清楚得很。当时西城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上你的，你没那个机会。我这次从国外回来，不是想追究问题，而是想解决问题的。解决问题？对呀。你是想让我打掉这个孩子？这可是条生命，是你们顾家的骨肉。如果你怀的真是我们顾家的骨肉，那我肯定会要你这肚子里的孩子的。西城那儿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会让他承认你的。但是，如果一旦让我知道不是，那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这个您就放心吧，我肚子里怀的就是顾西城的孩子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。再见，顾西城，把我忘了吧，爱我不值得，请你不要找我，这是我唯一的请求。
对不起。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贺振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还是锦溪那儿有问题？奶奶，您就别多想了，这件事跟锦溪没有关系，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贺振东不顺眼。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，需要一笔钱。要钱啊？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多少钱？跟我说，我给你。100万。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少爷，您还是少喝点吧。别过。啊，您让我调查的事就眉目了。上次在摄像头里发现的那个女人，给我闭嘴！滚！滚出去！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爱情到这刚刚好，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苏妍希，我也让你尝尝没有人爱的滋味。